台中丰原一间准公立的托婴中心，这个托育人员涉嫌不当来对待幼囡仔。讲这个托育人员3月底离职，过去另外一间幼稚园上班，一直到4月底，社会局接到通报，伊才过来离职。进前迄间托婴中心是毋是有延迟通报？目前要来调查。 托婴中心内托育人员用双手换了这个囡仔头前的刀一直甲切，说来刀被收起来了后，托育人员佫掠这个囡仔的头海几下下。另外一个画面有翕到，共一位托育人员双手拎2个囡仔，将伊带去到边仔的软珠仔顶。囡仔徛伫软珠仔，托育人员呢掠因的双脚拖过去，囡仔跋倒靠着后空。 这个托育人员伫台中市丰原区这间准公立的托婴中心服务，代志被公开。过顿工透早，以往有家长将囡仔送来托婴中心，抑过加减拢会烦恼。一点点都是会啊，稍微担心啊。不过我看那个影片，最扯应该都是撞头那个吧。这件对囡仔无妥当的案件，3月19，托育人员掠这个囡仔双脚，互囡仔头去磕到。3月20，共一个托育人员双手害这个刀啊，甲囡仔的头，做出这无妥当的行为了后，3月31，这名托育人员家己施证。4月25，社会局例行稽查，托育中心主动回报。 托育人员种种无妥当的行为，抑过代志发生到社会局接到通报，已经超过1个月时间。虐童的事件是发生在3月间，那我们是4月25号才收到这个通报啊，那所以其实我们立即就展开这个录影带的调阅。 抑过社会局强调讲，接到通报了后，有随调查，并无前调。是讲，这位托育人员3月底辞职了后，4月70，又搁到新光区一间幼稚园上班，一直到社会局4月底接到无妥当对待囡仔通报了后，通知教育局，这名托育人员5月7日才为这间幼稚园来离职。是讲问题是，囡仔伫3月份。 受到无妥当的对待，社会局晚1个月才知影。这其中是托育中心早就知影，抑过无通报，这需要进一步的调查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